现在继续来到高雄的山南区，有一个乡亲日前伫徛街附近的公园，发现一只拄出世无偌久的高山仔囝，对着一只狗仔咧散步。这个高山仔囝是甲狗仔对调调，佫会跳起伫狗仔的脚趾听，互狗仔甲爱咧行，时不时佫会甲狗仔来塞奶哦，有够高追。细只狗直直走，就是要约着头前的狗仔兄。 狗仔兄停落甲等，伊就欢喜甲爱人甲抱，跳起哩狗仔兄的脚趾片，就安尼互狗仔兄歹咧行，安尼足爽快的，而且伊上喜甲狗仔兄晒奶。倒伫狗仔兄的边仔，狗仔兄的脾气好的时阵，狗小弟甲掠甲扭拢无要紧。 厝住伫高雄山南区的区神县，伫厝内附近的公园发现安尼古锥的画面，就摕手机甲翕落来。自己在旁边摄影时，公狗就像要保护小猴子，会发出汪汪叫驱离我的声音。安尼狗狗真亲，原来狗仔陪狗大汉。狗跟猴子都是饲主同一个人。小猴子出生不久，是饲主从山上捡回来的。 互相当作是兄弟啊，狗仔甲狗的画面足趣味。网友看到这个影片嘛，讲真正是有够古锥。